再来看这大新竹地区呢，是因为有这科学园区的关系，所以人口呢这成长的速度是真紧。不过，伫个公部门这人力的编制上呢，煞还阁是以民国87年这人口的基准，尤其是这新竹县原底呢，这个公务人员呢是服务300多人的工课，即马煞变做爱服务500多人。上班时间，大人拢足认真咧做工课，桌仔顶佮摆满等处理的公文。根据统计，新竹县这25年来人口成长约4成，不过公务人员编制却也是停在民国87年，互原底一人负责服务300个民众，即马变做500多人。会觉得业务上比较繁重一点，然后可以给民众的服务品质也会稍微下降一些。然后就是以府内员工的角度来说的话，我会希望可以再增加一些人手。从87年的42万7000人余人，到今年11月份的59万7000余人，已经成长了40%。所以我们的这个同仁的这个承受这个人口服务比大概是高于其他县市的1.5倍到2倍。所以我们的同仁的这个负担相当的重。伫新竹市冇同款的状况，即马一个人得爱服务超过400人，人力明显无够，基层工课拢做袂完。新竹市议会国民党党团最近也准备去中央要求增加预算。我们就以动保所这个小小的单位来举例好了，它就只有这么一个所长。所以它是好地方兼共建啊，哈，人口已经增加的这么高，所有的基层建设呢都在加速的进行。可是如果人员再不编制、再增加的话呢，这其实真的是会延宕我们所有的基础建设，舒缓基层同仁工作的压力，并积极落实市政建设及服务，以维持市政推动品质与市民服务不中断。目前新竹县市拢已经向内政部反映，希望中央赶紧检讨制度修法，会当按照人口数调整机制，来增加公务人员名额，除了减轻基层的压力，也提升服务效率。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